老天爷，进入拜见地主。那个一点点各位前人，各位点餐师，各位兄弟姊妹，抱歉，今天是新风送爽，9月15日，在我们现在这个秋季大典那么同时，义和盛唐。有这个价钱吗？今天大典这两天，我代表江兴义区到这个会团参加这个盛典，我很高兴。我首先向陈先生，这是一个盛唐的陈先生，高远的师傅还有其他各位人，我给他们致以道谢。我们老前人到现在14年，我们大家都是心意了结。那么在这14年之中，我听到很多人讲浩大，那么怎么浩大呢？我就不太详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看到义和盛唐，我听说不超过10位点分师，大概是8位，有的可能是4位。但是何老先生归宗以后，这个义和盛唐各位兄弟默默中耕耘，用实际的这种行动报答各位。那么这个事实摆在眼前，就是这么规模庄严的事儿。我有很大的一种修道这一件事情，并不是口头的，而是由我们实际的行为表现出来。今天我看到魏夫妇何先生教导我们，也魏夫妇上边指给我们。那么我就不想最后